大家好，我是徐若曦，欢迎大家收看《野球名人房》。欢迎收听收看本周的《野球名人房》，我是美金啊。那受到疫情的影响呢，我们的节目呢还是要透过视讯的方式跟大家来互动啦。那首先来欢迎我的老搭档东哥黄忠义，东哥好。Hello， 美金你好，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好，那这个一样，中华职棒呢，因为被迫停赛的关系，什么时候再开打呢？要跟我们讲一样好，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BB警察先生有人超速，谁超速？中华职棒32年的火球男，对，来东哥印象最深刻的，对，应该说今年要主力哦。要年轻哦，应该对了，没错了，应该是一定是年轻了，因为今年中职有很多的年轻投手都表现的都相当出色，像统一狮队的古林睿煬，吴俊伟，再来就是富邦悍将的曾峻岳等等啊。可是在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味全龙队的徐若曦，那他的表现让我也想到我们的老朋友，就是在他的一个新人年有投出相当出色的一个好表现。也那个年度也拿下新人王跟这个年度的 MVP， 就是他有一个称号叫做曹大帅啊，不对，曹三丰的这个称号，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曹俊来跟我们聊聊。我第一个要先跟东哥打声招呼，因为东哥是我们的老前辈哦，所以理论上我要先跟东哥打声招呼。东哥早安，早安，美金早安，你早，都是老朋友了。对，只是因为受到这疫情，对，最近看到这个我们的曹大帅非常帅气，常常出现在网络上面，对，有很多他的影片。对，有机会的话，他现在在经营 YouTube 吗？没有嘞，他现在其实梅金刚刚讲的都常常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差野球名人坊而已啦，野球名人坊而已。对，补齐了。对，刚好今天初登版上了啦。所以要隆重去欢迎你啊！所以说用别的一个称号，不要说曹俊阳啊，用这个曹大帅跟这个曹三丰的这个称号。谢谢东哥，谢谢东哥，谢谢东哥。隆重的一个邀请，应该是 OK 了哈。谢谢东哥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个算是少年强投，动不动呢这个时速就冲破150。那当然我想要问一下这个今年这个还算是新人辈出啊。那我们今天主角就先放在徐若曦，因为刚刚东哥有讲到徐若曦。美静，请问一下，你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徐若曦啊？因为他呢初登板虽然只有投了3.2局，但是呢他投了11K，而且他第一局第一球投出就已经是152公里的速球，而且重点是他是味全龙队的，龙魂不灭。了解。好啦，因为他很年轻就刷新纪录。对，不好意思哈，就是刚才就在介绍这个曹俊阳，当然我们这一集的一个来宾哈，刚才梅静也提到过徐若曦初登板投第一颗球就是15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球。那请问我们的大帅你初登板第一颗球速大概多快？报告东哥，其实坦白讲，20多年前的事我已经都忘记了。所以刚刚那个梅金有报告说，徐若曦第一球就150嘛，对不对？我再问东哥一下，我们那个年代有150的投手吗？还是会有啦。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你本人了。好朋友，我整个精神都来了，谢谢东哥哦。今天一直要谢谢东哥呢，不要抓头了。但是你还是要去回复我刚才那个问题。对，那个深刻。其实我当下没有太多的感觉，那唯一有的感觉就是到最后比赛结束拿下胜投的刹那。因为其实对于球员来讲，过程很容易就会忘记，然后在针对结果来讲的话，因为毕竟你是初登板，又拿下胜利，所以我倒觉得过程跟结果来讲，我比较记得住结果。我记得当下，不然救援成功的当下，其实心情是真的蛮兴奋，因为毕竟这是自己的一个初登板哦，所以这个胜利会跟着你一直到现在。我为什么我们大帅绕那么大圈，胜投就胜投，初登板应该是比较紧张了哈，对，紧张的成分会比较多了。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心情哦，其实心情就是一直这样
上上下下的一个新人的姿态，没办法说像老将一样从头到尾都是很平静，而且有怎么样的状况把它化解完，还是很平静。没办法，这个新人坦白讲，我包括到现在看新人一样，可能都没办法有这样的很平静的一个心情。好，东哥可以了，赶快拉回来。有，好了，说到新人会紧张，当然心脏要很大颗啦。好，那继续问我们的大帅哥，就是新人年要有什么样的优异表现的话，要有什么样的特质？像您刚刚说的，我个人认为，除了强壮的这个很强的心脏，那第二个，我觉得要有维持很好的一个身体状况哦。那接下来还有心理的状况。那心理状况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哦，对方可能越来越了解你了。那一开始进来这个职棒，大家都还不认识你。哦，然后对战的机会也少哦，所以我觉得心态跟这个很好的身体状况是一定要必备要的。是，所以其实我们刚在聊的呢，这个今年的这些年轻的强投手，其实普遍看起来好像都有这样的特质，对不对？对啊，像你看那个古林瑞阳，包括徐若曦，我们今天我前面这两个，我觉得他都做得很好。哦，然后接着我要讲的第三个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新人的姿态来讲的话，他可能接下来要多观察国内一些比较好的打者的这个状况哦，等于说要多观察啦。是，所以观察，因为其实中华职棒现在有5队嘛，那要接触到的对战到的机会其实是越来虽然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但是其实相对之下还是很常会遇到。对，所以观察球场上状况，这个都是他们要临场反应要做的经验值，对不对？对，你在临场在投球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快的能够去解决接下来的事情。对。然后不管休多少天的情况下，他会在休息室看的队友在比赛，这个当下你就是去观察对方比较好的一个打者哦。那这些将来都是你要成长的最大的一个原动力，所以必须要多观察。那如果东哥以打者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些优秀的年轻的投手他们的优势在哪里？有3个特点了啊。第一点就是年轻了啊，第二点就是有霸气了啊，第3点就是自信。为什么会要讲到这个3点呢？主要就是如果有新人要在第一年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的话，当然你就是要一个相当强大的一个心脏，再来就是自信。因为你对这个环境陌生的情况下，包括你对战的这些打者非常非常的一个不了解的情况下，当然就是你要站在这个投手丘上，你就是要散发出一个相当强大的那种自信，你才有办法去面对这些强打者。再来就是说，你一个新人的一个角色的话，你所碰到的这些应该都是大哥哥们。那对于你这个新人投手站在投手丘上，应该你他整个心态上，这些大哥哥们应该都非常清楚。那相对的，你站在投手丘上，就是要有一个相当高昂的那种战斗力，跟那个非常有霸气的这个外形，才可以去掩盖你在投手丘上的那种紧张的一个心情。对，我觉得基本上一个新人的一个投手就是要有霸气跟自信。那接下来就是在你赛前的一个功课做的足不足够，投手教练包括总教练是不是有给你比较好的一个建议，跟这个对战的一个策略。再来就是能够跟捕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或是讨论，要如何去面对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都是年轻投手该有的一些这个心理准备。是。好，那我们继续聊到今天的主题啦。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年轻投手，因为毕竟年轻，可能球速很快就可以吹出来。但是像之前曹大帅讲的，像东哥讲的，搞不好你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办法投到那么快。为什么？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呢？是吗？对啊，是不是因为测速枪的差别？会，也不是。我就觉得现在150这样。我面对的任何一个投手，不管是本土打者投手也好，或是洋投也好，怎么球看起来都是150公里以上的一个速度。其实东哥这么，我待会一讲，我想东哥可能也稍微会有一些感受啦。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大概90年代，甚至东哥他们更早80年代。好好聊天。我们讲的这些好的技术，其实都是从这个基层慢慢维持到你成棒，甚至进入职棒。其实
我这么一想过来，其实真的有3个地方，大概是我跟东哥这个年代是没有的。第一个，训练的环境包括观念的这个养成，包括所有的饮食，不知道东哥认不认同啊？那我在先讲第一个训练的情况下，训练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没有太多的教练。包括防护员能够协助你的，刚刚东哥有讲到协助他的捕手、他的投手教练，甚至总教练。所以我们那个年代是在整个训练的环境，真的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再来，职棒打到30多年了，其实有蛮多的职棒球员退下来，都愿意在基层来做服务。那所以这个情况下，能够带给我们基层很多的球员有正向的、比较好的一个棒球的知识跟观念。再来，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现在你看国中生已经长到190的，你看他在饮食方面，其实这个。会讲到训练的环境，训练环境有很多防护员，甚至训练师，他会提供给教练。那教练因为也有很好的一些资源所以能够给这些球员有一些补给方面也就是说，再回到训练来讲的话，你训练完包括重量训练，很多的情况下，我们那个时候你在问东哥看看，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叫做高蛋白？所以你看现在的球员做完重量，他知道什么时候要摄取什么东西，对他的恢复会有帮助。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东哥，我们那个年代真的都没有看过。不要说我们那个年代了，我们那个时期在所有的一个训练的课表，大致上都是教练所开出来的一个菜单，就是打击练习2个小时，手背这个练习2个小时，几乎是没有所谓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课表来去做安排。比方说你在赛前做什么样的一个 up 那个传接球，包括在手背训练，包括是一个训练的一个默契的一个培养，包括在打击这部分要如何做一些分组，或者是做一些基本功的一个加强。其实在我们那个时期是没有。包括在重量训练这部分的话，也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课表。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个重量训练的一些训练重量的任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这个分配，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其实这个时候选手都相当幸运，也相当幸福。像现在的这个选手重量训练做完，这个防护员或者是他们的营养师拿着高蛋白从他拿到他的一个身边就是请他喝。当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的状况，就是重量训练做完，防护员会送什么给我们来去恢复这个体能？1杯500cc 的开水，开水补充水分很重要。对，补充水分，然后能够快速恢复了。现在的年轻投手能够有那么好的一个投球状况，大概都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有很好的照顾啦，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讲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投手呢，其实占一整场比赛呢这个70%的胜败的关键。那尤其是这个先发投手啦，就是变成说，其实不管是球团啦、教练啦，对投手的保护，应该也都是做到无微不至，对不对？对啊，你像以徐若曦来讲的话，以开赛到目前为止，其实球团也是认同总教练的一个做法啦所以在于保护球员的情况下，其实球员这边也受到很好的一个保护。那在这个保护不影响球技的发挥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倒认为现在这个保护的措施其实是做得很好。那因为你在保护的措施做得很好的情况下，他慢慢的会把他应该要有的球技表现出来。因为职棒球员最怕的就是受伤，那很多伤势的一开始他不是伤，他只是疲劳，那很多伤都是因为疲劳的累积，最后变成伤。对所以我觉得现在以现在国内的教练团的一个知识来讲的话，其实多半都有考虑到球员这一方面了。对，是，所以好好照顾之后，就可以让他尽情发挥。对，其实对于这部分我相信对这个曹俊来讲有那种切身之痛其实在他有完美的那种新人脸其实在终止的时间有出色的一个表现之后，他挑战日本职棒的时候，他出现了就刚才他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受伤。其实我们大帅这边应该还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发觉到身体突然间会有一个受伤的一些问题其实受伤来讲的话，我去到了日本以后，我才知道说，真的在我们国内的投手的训练量真的是不够啦。这个训练量就是在于投手的投球量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过去其实我觉得在台湾来讲的话，比赛的投球量很多，足够的，
但是训练的投球量是不足的。所以在这情况下，你投球的量、训练量不多的情况下，你遇到高强度的比赛、高张力的比赛，然后又一次的登板接下去的比赛，慢慢的这个伤势会出来。那不像基层棒球或者是业余，一个比赛结束以后，它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足够让你恢复。可是职棒的比赛并不是哦，以投手的轮值来讲的话，你必须是每个礼拜正常持续下去，所以这样的一个步调走的方向是跟你在3级棒球甚至是业余是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在训练的情况下量能不足，然后比赛又接着一直下去的话，伤势是慢慢是从疲劳开始。那用投手的角度来讲的话，投手一开始是会让你会觉得手很紧，有点酸。那酸的情况下，你要自己去判断这个酸、这个紧是不是正常的。那多半有些选手你没办法去分辨出这个紧跟酸是会有一些危机的情况下，慢慢的你再持续的一直投下去，伤势就会出来。是不是就是那个状况？就是说在热身过虽然在还没热身之前是酸跟紧，可是热身完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对。东哥讲到一个很重点，就是说以投手来讲的话，你可能你一开始你还没投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手很紧，但是你等到你身体热开来的时候，你就不紧了。可是这个往往就是导致你要陷入受伤的第一步。因为你认为说，好像我只是刚才热身不足而已，那我现在身体热了的时候，我就可以慢慢去做现在该做的事情了。所以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慢慢的呢，你就陷入这个陷阱里面了。但这个是一个结果。因为到最后就已经因为身体紧，然后就是身体可能有一些酸痛的一个现象，然后就可能就是执意要去出赛啦，就是要去做一些贡献啦，然后就导致变成受伤的一个问题。就像以大帅的一个经验，你说我身体有紧，或者手有一些疲劳或者一些酸痛的时候，当下你那时候的一个心境是怎么样？你会想说，我这样的一个状况，我继续出赛的话会有受伤的这样的疑虑吗？我自己曾经肩膀有痛过一次，那因为我当下我是处于，因为我肩膀在痛的时候，我在日本的第1年，那当下我处于是那一种不上不下的这个等级的球员，虽然说我是洋将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有把自己好的这个能力表现出来的情况下，我会有一点点隐藏我自己的伤势，因为我必须要表现我好的一面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就刚我们在跟东哥讨论的，我只是觉得可能紧紧的而已，但是因为我只要热身开了，我就没事了，所以这个当下就已经是陷入受伤的一种危机了。但是你也是想要利于表现了哈，因为毕竟是这个洋将的一个角色，然后就要为球队做出一贡献。当然那个情况下，假设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当下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成绩的球员，那我可能会选择我稍微回避一次。但是呢，当然有实质成绩的这个投手的话，当然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球队反映说，身体有点僵硬啦，手有点疲劳啦，身体有点疲劳，我可以能不能跳过这个出赛的机会？那就像你现在中职的这个球员，他的一个整个成绩是不上不下，你要怎么去建议这些选投手？当然我会看这个球员他现在的状况，有些球员他是成绩不上不下呢，可不可能被释出啊呢？我跟你讲，二军呢，有些球员他是心理上的问题，有些球员他是技术能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以教练的立场来讲，要很清楚的了解这位球员他是处于哪一个状况。有些球员他是必须你要去开导他的，球员他的技术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些球员就是这怎么形容？就是说他其实他有很好的技术能力，他是缺乏的就是这个啦。所以对，你要怎么样去以教练的立场让他知道他是属于哪一种的球员？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把我现在身体的一个状况来去做一些表达的话，可能就会就像这个曹俊然讲的，可能选手这边可能就觉得说教练知道这个问题之后，我可能以后教练对我的印象就比较不好啦，可能就是降低了一个出赛的机会。选手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负面的想法？东哥也讲到，因为我们都是当球员出身，我们都当过教练，我们都很清楚，所以有时候球员的他的一举一动，
包括他的表现，其实都在教练的这个脑筋的分数里面哦。所以教练，你事实上你真的要很清楚了解这位球员他是不是在动脑筋，他动的是歪脑筋还是正面的脑筋。这个当教练的要很清楚，你一看就知道。对，所以如果你教练没办法了解这样的球员，你只知道他一直做，那他是动歪脑筋给你看的情况下，所以说，曹大帅这边就是能不能去呼吁一下，有一些选手就是在成绩上，不高不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身体上的一些问题的话，你要如何去告知这些选手，要怎么样去跟教练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回复或是这个表达。我觉得这个教练跟选手之间，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很好的桥梁哦。这个是你要怎么样沟通，教练怎么样来协助球员，球员你需要什么部分需要教练帮你协助你的，我觉得这个要很清楚而不是说你一味的需要人家协助你，但是你不知道，你没有告诉教练你需要什么，那教练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你明明喜欢吃面，我一直给你吃饭，那你到最后就是文不对题，然后一直练到身体到最后变成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东哥跟我们都是从球员当了教练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一点都是很清楚。但是有些球员他并不可能是高中年轻嘛，高中上来或者是成棒上来，他急于表现的情况下，他不知道他自己身体已经是在处于疲劳期的，所以他隐瞒这些状况，因为他急于表现所以慢慢的会有伤势出现的这个状况。是，刚刚我觉得这个曹大帅讲的也很有道理，因为其实呢，像刚刚说到高中生上来的小朋友，这些年轻选手其实越来越多。那大家会发现呢，其实尤其是在今年中华职棒32年，很多火球男都是这些19、20岁的年轻的投手。那包括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主角徐若曦之外，其他还有很多，还有包括古林睿煬啊。那他其实在2-3年前他加盟统一狮队之后，球队也是非常非常的保护他，对，让他在今年出赛的时候，其实开季就有很好的表现，也几乎场场都有150以上的球速的出现。对啊，所以其实应该要来跟两位再讨论一下，就是年轻的火球男这个人才辈出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今年有换球的因素，或者是他们心态，像刚刚说的心态的转变，球团的保护，或者是他们有2军系统的培养？我觉得第一个来讲的话，我会认为我归功于这个2军的这个系统。那你有2军的系统以后，你慢慢让不管是高中或者是业余或者是大学刚进入这个职业的新环境里面，你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这个未来高强力的这个高张力的舞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有很足够的时间来面对，来做准备，然后准备情况下你才能够有发挥出你应该要有的这个技术能力。所以我倒认为2军的这个系统是这近10年来能够培养出一些很好的一个新秀，最大的一个功劳。那当然，刚刚梅金有讲到换球啦，包括其他的一些种种的一些状况，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比例比较少的一个情况下啦，所以有这些年来有很好的这个2军的制度，甚至我希望说中华职棒未来能够真的有像日本一样，甚至是美国大联盟有这种新人联盟的，然后甚至更低的这些层级日本有3军，美国有新人联盟，甚至有分高 A 跟短 A 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培养出很好的这个新秀主要的一个条件啊。是。那东哥呢？对于我的看法的话，换球是不会增加这个火球的一个成分的，会增加信心啊。投手来讲应该是比较不会了啊。你说换球会有100，比方说以往这个正常的一般球的话，投出来的球是135，然后换球时候会投到150公里，那当然不是还是要透过训练哈。那在你另外一个问题，大概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心态，包括这2军这部分的话，我觉得这相当重要。
其实说到心态这部分的话，因为毕竟像徐若曦都是高中毕业就直接出来选秀，那当然在心态这部分的话，能够跟进入快速能够适应这个职棒的这样的一个强度的话，的确没那么容易啊，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来去做调试。可是从加入职棒之后，能够让他们心态有快速成长的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就是现在职棒的一个教练团。都是经历过这个职棒的这样的一个历练之后，然后也有这个职棒的一个经验，包括在有身经百战的心态之后，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观念，直接来去跟这个灌输这些年轻的球员，让他们在整个一个心智上，透过教练团的一个经验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之后，那种成长的幅度会很明显的快速成长，你也很快速能够融入到职棒的一个战场上。包括呢，如何去洞悉对方的这个打者的一个习性，这部分可以教练团这部分给予这些年轻选手相当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相对的心态上就很快的就会会有这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那再就是二军，那刚才就是曹大帅有提到过哈，那我们就能够融入到职棒的一个环境的话，那就是要透过二军的一个训练的模式。要如何让他们在二军的教练团当中得到很好的一个讯息包括透过二军之后，让他们知道说，在职棒选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他们的强度在哪里也透过二军之后，让他们很快能够了解，这样他们要上了一军的时候，在心态上、心理上就已经完全准备了，所以说进入到一军之后，就完全没有所谓的一个适应上的一个问题。进入到一军之后，就可以好好去发挥他们的一个潜力。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制度，对这些年轻选手大概来说的话，都是有实质的一个帮助。无论是火球男，或者是你是变化球的投手，那投手养成真的是不容易哦。那当然啦，对投手的保护跟使用上面呢，相信教练团这个教练团跟球团都有他们的这个应该算是他们最大的课题啦所以要让投手发挥最大的效用呢就是使用说明书，请大家呢建立好你的 SOP 啦好了，那今天再次谢谢两位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那如果各位有什么意见的话呢，欢迎在影片下方来给我们留言。所以呢，提醒现在年轻的投手们，如果呢你要展现你的霸气的话呢，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你的技术跟你的自信啊。好，再次谢谢两位，谢谢。那野球明日方，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拜拜。满意的地方吗？我觉得应该是自信吧，不会说去害怕打者，对吧？这一点，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因为其实在场上丢就是拿到球就是跟打者对决嘛，你也不会去想说要破纪录什么的，对吧？我没有特别的说要去祷告，还是特别去做什么东西，因为其实我先发当天其实做的东西都是跟平常练习在做都是一样，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特别或是多余的动作这样。对啊，其实但是能帮助到球队，但是很好嘛。那再就是可能赛季还很长，我们可以一场一场慢慢的去加长每一次的投球局数，不一定说我这一次一定要拿胜投啊，还是要破什么纪录之类的，所以不会去想这些啊，所以教练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走，对啊。虽然这个离你很遥远，还是要问一下，就是你对东哥黄宗义还有这个金臂人黄平洋的印象这样？大概知道一些。对。因为就有人把你跟黄平洋来相比，你自己觉得相比吗？就是王牌投手那种感觉。说连时代不一样，这样讲对吗？我这样讲会不会？不会。可能他有那个时代就是他比较强的，那我们现在到我们这边可能就是比较多年轻的都一起串起来，我觉得差在这边吧。